各位知音朋友，小休之後呢，馬上開始我哋嘅江南妙韻匯陽城下半部分精彩節目。咁我哋介紹一下，擔任今日我哋晚會嘅音樂領導係黃志良師傅，擊樂領導係李長德師傅，其他嘅樂師呢都係嚟自我哋江南大樂隊嘅。多謝佢哋辛苦嘅拍和。好啦，下面呢首曲目呢，係嚟自香港嘅粵曲導師李志堅先生，同埋資深嘅子喉唱家周幼媛小姐。咁佢唱出一首係原人原唱曲目《天下無人不識君》，有請兩位嘉賓。
啦。你今夜遲遲未歸，定是醉眠煙時，待為妻奉上熱湯，為夫君解酒。謝娘子。逢叔父秀麗清雅又賢良，此際玉可與難言，心壓從亂。田老先生麼？他怎麼樣啊？他義送金自盡辛苦先香，為誰報悲哉故人義先喪，單淚下不得月光。
去年太子共此親王咸陽。咸陽乃秦之國都，君往咸陽所為何來呢？啊！瞬間別愛妻，離險似秦王，滿腔豪氣，一念到昏，襟斷愁情。夫君只去秦都，要刺殺秦王。正是痴秦益母。暗淚淌之他難離難捨，下言不成雙還須誓將義理講讓他明真相。把真那情說白，免入別妻。賢妻不殺秦王，生靈塗炭淪亡先鋒血與角，雖是身臨苦與我今那
天下無一不識君，竟我此去是更講。為國解難，夫不此行壯哉，為妻檢查代酒，餞別夫郎。如此說，經我取一啲。朱屋賊，刺暴君，夫雖遠別，又要彷徨。此生與君赴遠方，天分間微揚，盼公山金湯壺，赤膽顧彼岸。欲借手中劍，能遂中所望。愛心我不欲借手中劍，能遂中所望。來送魔將反以言邦，來送魔將反以言邦。運前來，大勇天將。親諸我賊，秦殿震動。今宵在